是等到有的再走。灯嘛，小南京嘛，像你这个呢，我头抬起来，我都不撞头的。我们哪个？他说22岁跟随朱元璋行军打仗，一生为大明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，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称赞徐达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，并御笔赏赐了一副对联：破虏平南，光在前方。可以看到有几位美女站在长板桥上，十里桃花种水红，板桥千担走四方。长桥时，这里开辟为教坊，为教授女子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的场所。他们学习后还需经过考核，才能突出者则上天体。史料记载，每到中秋节祭祀富含风雅，否则就会被人耻笑文墨不通了。还有人说，这座桥与我们刚来，外面还有油厂的朋友，抓紧检票啊！請訂閱日期哥，點讚分享及俾個 like，多謝各位。